針灸同拔罐都係中醫治療痛症嘅常用方法，但你知唔知邊種適合深層刺痛，邊種適合大範圍繃緊？大家好，我係寶雲中醫嘅賴醫師，今日就同大家詳細拆解針灸同拔罐兩者嘅治療原理、適合嘅痛症同埋點樣揀先啱你。首先，針灸就係用針刺入人體特定穴位，透過主動出擊嘅治療，刺激經絡，達到痛症治療同埋調節身體機能嘅效果。針灸止痛嘅原理主要有3個。第一，疏通經絡。中醫講不通則痛，針灸可以打通堵塞嘅經絡，令氣血重新暢通，痛楚自然減輕。第二，激發正氣。針灸可以喚醒身體嘅自愈能力，釋放自身嘅止痛物質。呢個就係點解針灸對慢性痛症特別有效嘅原因。第三，調節神經。現代嘅研究發現，針灸可以影響大腦處理痛楚信號嘅區域，所以係可以直接降低你對痛楚嘅感覺。講到拔罐，就係將罐具吸附喺皮膚表面，產生負壓，令局部皮膚同肌肉被輕輕提起，以被動引流嘅治療。透過負壓將局部垃圾抽走，釋放壓力。拔罐止痛嘅原理主要有3個。第一，去瘀生新。負壓可以將深層嘅淤血痰濁抽吸到表層，促進新陳代謝，加速修復。第二，鬆解筋膜。長期勞損會令肌肉筋膜黐埋一嚿，拔罐嘅機械拉力可以將黏連嘅組織分開，恢復滑動。第三，驅散寒濕。中醫講寒主收引，寒濕阻滯會令肌肉僵硬，拔罐就可以將寒濕之氣拔出體外啦。咁兩個治療嘅分別喺邊度呢？第一就係治療深度唔同，針灸可以深入筋膜、肌肉層，甚至觸及骨膜，適合深層固定一點嘅痛症。而拔罐主要作用於皮膚同淺層肌肉，適合大範圍彌漫性嘅繃緊。第二就係適合嘅痛症唔同啦。針灸就係擅長處理深層定點嘅痛症，例如膝關節痛、坐骨神經痛呢類神經性疼痛。針灸可以深入經絡，直達痛源。拔罐就會更適合大範圍或者彌漫性嘅繃緊，例如腰背僵硬、肩頸緊繃，佢嘅負壓拉力可以快速放鬆表層肌肉。咁係咪一定要二揀一？當然唔係。嗱，我舉個例子，如你係舊患反覆、筋膜黏連或者遇冷加重嘅寒濕型痛症，針灸同拔罐兩者都各有幫手。再舉多個例子，如果你係因為長期低頭而引致肩頸痛，肌肉大範圍繃緊，加上頸椎深層有筋結，中醫一般都會先用拔罐放鬆表面大範圍嘅肌肉，再用針灸針對深層嘅筋結同穴位，兩者配合可以達到1+1大過2嘅效果啦。如果想學更多中醫智慧，記得追蹤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